念在慈善，说不定是假的，心足冒慈也不一定哦，也会上当的哦。一帆不胜防呢，所以我们都是治安恶化下的受害者。我记得前几年不是有个很重的命案吗？彭婉文命案，对不对？各位都了解啊。你再高的地位都是一样会受害的。所以大家一定要深信因果，要懂得这个鬼神祭淫的道理。各位有没有听过？鬼神祭淫，你没有听过吧？这是一句成语啊。鬼神很讨厌这些东西的。孔子说：“敬鬼神而远之。”其实我们身体里面就有三尸神，我们的肩膀上有善恶两部童子。各位可能对三尸神可能不甚了解。这个《太上感应篇》里面讲到三尸神，说三尸神在我们的身体里面，凡是人的心口意语啊，总是瞒不过三尸神的嘛。三尸神每到了庚申日，你要去查农民历就知道什么叫庚申日。每60天一次叫庚申日，也就是天神决断人的善恶的这一天。这个三尸神啊，就趁着我们人啊在熟睡的时候，与身体中的气魄啊，就上天去了，跟玉皇大帝报告啊，这个人做了什么坏事，心里面想了什么恶念，嘴巴怎么讲了什么坏话，全部报告一五一十，不折不扣。当然，他想给你加重一点是不太可能的，想给你减少一点也是不可能的。就不增不减，你说怎么办？我们不知道这个事实的真相啊。上尸神就是上尸神、中尸神、下尸神，叫三尸神。上尸神叫做彭巨啊，他